我哋嘅理念同目標其實已經喺公司嘅中文名反映咗啦。星翔國際有限公司就希望佢同客戶嘅關係好似天上面嘅星星咁細水長流，亦都目標公司嘅發展能夠飛翔天際，達到世界各地。公司成立喺2021年，我自己從事數碼產品嘅零售行業咧，都接近20年。喺3年前，因為當時疫情嘅關係啦，咁亦都意識到好多生產商預計市場嗰個銷售嘅氣氛好唔理想，而紛紛去減嘅產量，導致本地市場貨源不足。憑住我哋公司團隊多年嚟喺行業裏面豐富嘅經驗、人脈同埋供應鏈嘅網絡，喺海外採購唔同類型嘅數碼消費品，包括相機、手機、鏡頭、影音產品同埋啲即影即有嘅產品等等，去到香港本地去分銷同埋零售，亦都受惠於近呢幾年即影即有嘅熱潮帶動，加上客戶同埋供應商一路以嚟嘅支持，我哋喺短短3年裏面生意額已經有幾倍嘅增長。除咗批發嘅渠道之外，同時亦都積極發展電子商貿，令到銷售更加多元化。公司嚟緊都會投放大量嘅資源去重點發展零售嘅業務。電子商貿已經係大勢所趨，而家公司除咗經營自己本地網店同埋營運平台之外，亦都大力拓展海外嘅市場，包括運用電商平台打入東南亞嘅其他國家，亦都積極發展國內嘅市場。除咗即影即有嘅產品之外，我哋亦都不斷發掘唔同類型嘅產品，包括耳機、遊戲機、攝影器材、手機配件，甚至乎小家電、咖啡機等等，亦都務求令客人有更多元化嘅購物選擇。現今嘅商業環境競爭非常之激烈，而且市場變化迅速，能夠贏到客戶嘅信任同埋支持，我哋需要持續嘅創新同埋維持對市場嘅敏感度。公司亦都強調維持客戶嘅關係，例如定時喺社交媒體出 post 啊、文章等等，去維持同客戶嘅聯繫啦，同埋網店嗰個熱度，有效去提升顧客嘅忠誠度，確保公司個長遠又穩定嘅發展。